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赖政府上任要1个月啊，却传讲新的内阁甲民进党团无讲真斗搭，又搁咧互相适应，甚至有风声讲在经的内阁团队互叫做是外星人的内阁。对此，经济部长郭志辉回回讲无这款情形。金管会主委潘金良嘛表示讲，可能是误会，伊嘛毋是外星人。新政府上任要满1个月，不过即马传出民进党内有批评的声音，认为讲行政院新内阁团队和民进党团欢迎的沟通，搁要加强。本地互看作是重点的财经内阁团队，搁互形容讲是外星人的内阁。我想没有这个现象了哈，这是在外面的人的解读啦。沟通上还好啊，我们也很少碰面了。我想我跟总召沟通也非常良好，对哈，可能是个误会，而且我也不是外星人。或许有若干刚开始的不够双方彼此的了解，但这个都应该是半个月以前的事情。我认为双方的了解、认识以及对业务的熟悉，都比以前更好。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最新的民调显示，讲杜英台的内阁就任了后，第一个月施政满意度仅43.1%，阁有拍拼的空间。杜英台嘛回应讲，所有的民调拢是指标，无够好的爱拍拼，有鼓励嘛会搁较珍惜。另外，国会这款修法的复议案2月要伫立法院表决，朝野目前嘛拢开始地方宣讲，为复议案来加添民意的声音。这个卓龙在左边笑笑的哦。好像都很低调，都先让立法委员讲完以后他再讲，结果右边啪一个巴掌打过来提复议，绝对不希望让这个国会扩权法案用这种方式通过。那我们重点是向社会诉求。复议案的交锋，中外公民团体清剿行动嘛预告讲，会搁等来立法院4号底下的道路来监督。国民党的部分嘛申请路权，要找支持民众去伫街仔路来声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明仔载就是夏至啊，天气有影是。